再来关心国内包含国泰、富邦等等4大投信公司逼出有7个进前的基金经理人代替操作劳保基金等等的代志，涉嫌找亲戚朋友来做人头，伫咧买卖之间趁钱。对2017年到今年赚到乌心钱大约有到4亿遮尔多。检方约谈几来人，其中2个经理人获法院裁定350万甲200万交保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劳金局是表示，专案无牵涉到劳动基金的口座。办公室电话也到的员工伫咧操盘，真侪档大国基金，这档大楼都是富邦投信、中视类似业务，也有国泰投信。这几间投信公司，即马发生前几啊名基金经纪人涉及不法。简姓被告、李姓被告涉犯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，有串证、灭证、逃亡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，于被告则预支10万到2000万元不等之交保金额。4大有名投信富邦、国泰、富华、保德信，拢互检调查出有基金经理人为2017年到2023年任职期间，负责代操管理劳保、劳退甲自家多档基金、抢债顺风车，煞涉嫌找亲戚朋友做人头，伫基金进场甲出场进前提前落单甲变现金。检方17约谈的7名经理人，其中有5个人得到交保，另外2名细理甲细简的经纪人，封城押了后，法院裁定分别以350万、200万交保。劳金局发声明澄清，专案无涉及劳动基金口座。不过检方表示，这个部分也要厘清，毕竟涉案经纪人贪官失业。因所买的包括以前的中央海运、新冠疫情拄啊爆发的时起21倍，也阁有中丰钢铁、上高峰起10外倍，其中细任的经纪人趁上济。不法获利约2.6亿。进前才发生劳金局家己人涉嫌用劳动基金炒股，即马阁出现技术去劳保等基金来订单。看到政府基金一直互有心人利用来获利，相关内控制度，监督敢是有看旁。基金经理人在任职期间有违反个人交易的这个状况，投信公司的内控有一些缺失哈。所以我们当时就已经依照检察局查核发现的事证呢，做相关的行政处分哈。政治局强调，进前的金融检查发现4大投信有问题了后，已经对相关行政有定处，要求改聘经纪人。也搁一摆表示，只要是投信经纪人依法袂当买入代操管理基金，就算是其他的标的，也需要进行申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